28歲嘅中國球手趙心童，剛於2025年世界桌球錦標賽締造歷史。佢以業餘身份擊敗強敵馬克威廉斯，成為首位嚟自中國同亞洲世界冠軍。趙心童出生於廣東深圳一醫務家庭，7歲接觸桌球，12歲拜丁俊暉嘅師傅伍文忠為師，19歲晉身職業球員。1年之後，世界排名急升至87位，2021年更贏得英國錦標賽冠軍。年僅24歲，世界排名衝至第6。不過佢嘅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。2022年因捲入涉嫌操控賽果醜聞，遭禁賽1年8個月，直到2024年9月先至復出。禁賽期間，佢仍堅持每日訓練。復出之後，以業餘身份征戰 Q2， 更勇奪32連勝同埋4項冠軍。直至2025年世錦賽，成為史上首位以業餘身份摘下冠軍嘅球手，完美示範永不言敗嘅體育精神。趙心童更加以自身經歷勉勵年輕人勇敢追夢，相信自己，唔怕挫折，終能成功。